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咱要讨论是国会敢真正变作是国会这个字吗？咱讲哦，真正这个乌西这个代志啦吼，互国会逼出着这个无分党派集体受人乌西这个见效台。咱么看到讲，这件案件啦吼，至少有6名哦，现任甲落任的这立法委员牵涉到这个案，收钱来收发啦吼。立法委员这个职权，互未少人来质疑检调，目前吼查出着吼，至少是有200万至2000万这钱啦吼，大家人会当收到吼，拢走入去咱讲立委的这6袋内底。因为这个涉案哦，其中一名立委或者是苏振清，伊是啥嘞？伊是这个总统府秘书长哦，苏家全这个弟仔吼。苏家全为着要平息着这个争议，先来失去着这个职务。咱嘛讲着吼，这个乌西争议是安怎来开始啦吼？透过这张图表，咱嘛要带大家来看吼。其实咱看到吼，这个景泰流吼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叫做李兴良啦吼。安怎咧？伊就讲吼，这个乌西立委来推动讲这个公司法的这个修法啦吼。第9条这个修法内底，咱看到吼，是要互这个搜狗案会当适用到讲过去这个案件啦吼。另外就是要为着要争夺着搜狗这个争议。另外，咱讲有一个白手套，伊啥咧叫做郭启明啦吼。另外，咱看到讲郭启明伊安怎来去做这个行为，会透过着讲吼，譬如讲这个时代力量这个经理委啦吼，就是可能因的这个主席吼，咱看到讲吼，伊是找这个法律界这个教授来去做一寡公听会。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安怎去改收伊这乌西啦吼，就是讲修法过程来质疑这个经济部吼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到这个事件，这个另外上大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苏振清。有人讲伊摕这个2000万吼，但是伊讲这拢是借钱借来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民进党这个经理委嘛是做过外交部长当当选，伊是安怎咧？伊嘛是吼来推动这个修法。另外，嘛有这个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啦吼。所以咱个看起来，佫逼出到另外一个案件，咱讲着案外案吼。啥物是案外案呢？为了要查这个案，另外去逼出到这个收这个乌西啦吼，来协助这个民族业者，要协助到因伫这个草山这个土地这个变更啦吼。所以咱讲立法院是安怎会变作是国会之议会啦吼？今日咱透过台湾新感界这个节目做回来讨论。这部电视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主持媒体人蔡玉珍，玉珍姐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龚督明副执行长陈君阳。主持人好，大家好。第3位是咱老朋友啊，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碧中。大家好，真欢喜来到这个节目。是啦，咱讲到吼，这个苏家全因为这个牵涉到伊吼，这个弟仔吼牵涉到这个案，所以即阵咱讲蔡总统嘛有上新的回应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苏家全昨是辞掉这个总统府秘书长这个职务啦吼，上新是上来台，先做来听。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我们执政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让台湾更好。法律是道德最后的底线。执政团队的成员如果违法，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就算没有违法，并不代表不会影响社会的观感，不会伤害人民对政治的信任。因此，我要请所有执政团队的同仁务必要深自警惕。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宣布，新任总统府的秘书长将由李大为担任。那么这一次邀请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主要是要借重他在国际事务以及丰富的政务经验。秘书长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李前总统的治丧事宜。今天上午我已经指派赖清德副总统等32位代表担任治丧大员。是咱昨看到吼，顶礼拜啦，这个部分是这个李登辉前总统来这个过身，但是咱嘛知影，伫咧过当中都逼出到这么大条这个消息啦吼，这对咱国会来讲，是不是真正真见效？对立法院来讲吼，其实我看到足济吼，立法院过去大家拢讲，这是立委吼，对，这个立吼，到底是利益的利，还是立法的立吼？所以其实我袂感觉伤意外啦吼，因为李亨龙这个行为吼，不甲所有媒体界，佮所有足济立法院大家拢知，就是吼，伊为着要并盘，伊为着要拼这个公司法第9条吼，这个大家讲的收购条款哦，就是讲你公司法第9条咧修法的这个过程，明明就是
这个徐旭东吼，阮当这个徐旭东摕到这个收购是无合理的，但是无合理的结果你修法了，讲不溯及既往，啊不溯及既往，足侪人讲啊袂公平啊吼，啊袂公，这是无公平的代志，所以伊只好招总发现会当斗3天，其实。我参这个李恒龙熟悉超过应该是对代志当啊发生，吼的进程我都熟悉啊，吼超过20年。是我中间为着收购的代志，我嘛参与开过来变会，但是我看到无意外是讲吼，咧开会这个过程吼，阮无人敢捌钱的代志，唔敢捌啦吼，唔敢捌。但是这边是安那，就是公司法修法了，确定。伊是安那找着人出钱开这个钱，就是已经找着新的苦主，就是讲，伊这个过程，像我咧参与开会的时候，伊嘛讲吼啊，包括这个以前的立委罗淑蕾，伊嘛讲，那罗淑蕾你有才调，用什么办法替我讨回来？吼，啊，咱管出去做公益，啊，若无咧，伊嘛要参一个足大的律师事务所，讲吼，你甲我倒讨回来，我一半互你，但是因为伊毋是真正的受害者，我用50年来解说这个收购。案吼，大家听啦吼，因为大家看这个过程落长吼，收购就是对2001年的时候呢，纳利风灾，哦，这个纳利风灾原来的所有权的人叫做张明强，这个太平洋百货的家族，这个家族经济财务出问题了，啊，伊就有人这个李恒龙，跟另外一个人叫做林华德吼，就是替伊出主意。我形容这两个人叫做骗子啦。这两个人就甲张明强讲，你吼公司遮大，啊，你若财务出问题吼，会有连锁的反应，所以吼，你收购这尔赞，这金山你甲切起来，啊，切起来了吼，我来催你推人来出钱。结果中包括微风，微风的这个了解，然后包括这个最近当啊甲环亚这个王朝。饭店卖去的这个陈德福吼，仙尼雷德吼啊，包括足侪人啦吼，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吼，足侪人拢讲我要爱，结果咧徐旭东哦，大家有印象无？伊讲伊摕笔电，伊摕这个笔电吼，走去找吴淑珍啦，讲吼我会当经营啦，我足够的啦吼，所以哦。尾啊，当啊，这个敲盘这个过程哦，因为大家拢爱讲，啊，你若要买，你是要出30亿、50亿、几十亿嘛，就是讲你买了，你增资啊，再来经营嘛。结果吼，伊就讲了吼，伊就讲我上熬啦吼，我来做，啊，伊来做吼，伊摕这个入场券免钱，免钱了吼，伊讲啊，我得增资40亿。啊，增资40亿了吼，我形容讲伊就用保险箱吼，开40亿用保险箱甲空起来，空起来了，这个过程哦，其实李恒龙捌想要讨回来，2010年伊赢过一遍，但是2013年伊个输去啊，个败诉，所以吼，这个公司法的修法吼，就是讲啊不溯及既往，李恒龙哦，虽然伊是骗子啦吼，伊是。对张家骗来，但是伊嘛做唔甘愿的啊！伊嘛是讲啊，你徐旭东，你是唔是原来摕来过程无正当嘛？是哦，所以吼，徐旭东哦，伊即马就有材料讲，恁上来要来讨，你叫立委来讨，叫上来讨，叫所有人，你只要怕人的提钱要来讨的吼，我拢报警甲恁抓起来。是，所以叫这桩案件吼，叫这桩案件，所以做这过程吼，其实李恒龙拜访过足侪人，啊嘛。有人甲想足侪办法咧，但是吼，因为这边佮找到这个统领的翁华丽，这个翁先生，啊，佮新加坡倒来做面包的这个郭明忠贵先生，所以因三个吼，就变做一个新的团队，讲哦，咱即马叫做收购经营权第2波，咱佮来想办法对徐旭东家摕倒来，所以才会对翁华丽统领家的这个翁先生才摕钱出来讲来。经济部经济部上才有办法，就是经济委员会立委，所以咱经济委员会会当扫几个算几个，吼，所以有人会当办公听会，有人就是提大条的，啊，有人讲啊，你过去像陈东山呐。陈东山是过去拢一直咧争取这件代志，无道理，因为伊参李恒龙是好朋友，所以即马看起来是讲伊的助理费佮伊的办公室的开销是这个李恒龙出的，但是我感觉坦白讲啦，这种代志你看伊一拖拉久，所以吼，我嘛感觉无意外，所以抑阁有较侪人应该安尼讲，就是讲抑阁有足侪人无去用查出来，但是谁人有这6个咧？这6个我安怎看？
以我看这20年的经验吼，就是这6个拢是徐旭东无介意的人。OK， 我要甲你变变的人，所以伊开创的目标足明显的。是这个徐旭东吼无介意这个人选啦吼，咱嘛要带大家头拄仔这个玉珍姐啊所讲的吼，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先带大家来做伙看。1987年咱讲吼，搜狗伫咧遮吼开始伫台北市来营业啦吼。迄当阵这个太平洋建设有51%的这个股份，另外咱嘛讲到吼，迄当阵有一个日本搜狗这个股份是49%啦吼。但是咱讲1999年的这个时阵，咱讲吼这个太平洋流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就是咱讲的这泰流，就是个李兴德伊所有的这个正当市长的这个公司啦吼。取得咱讲所有的这个控股，是安那代志会开始要增加资本的，就是这个纳利丰泰的这个这个时阵啦吼。迄当阵呢，因为这个地下水淹水啦吼，地输这个百货公司无法度来营业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债务就出到一寡危机啦吼。所以迄当阵咱看到这个部分，就是讲这因就开始讲要来增资啦吼，增资。本地1000万，到底就是讲变40.1亿啦吼，所以豆来增加，所以买手就变做一些啦吼。买手咱等下嘛看到第2张图，但是咱先要来带大家看讲吼，伫咧上新的这个进度，就是发现信门这个涉案人，然后是一个接一个，咱先做来看。无党籍立委就政府离开的时阵，拢无回答问题，北京侦办立委集体收钱案。台北第2催立案有令到政府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加大沽。检方提即时控告，伊办公室主任林家琪是羁押禁见。检方找伊先拿禁见10个人，除了调政府甲林家琪，其他8个人自今仔日早起9点开始接受讯问，决定是毋是采押。一开始是民进党籍立委苏震清办公室主任吴夏强加苏震清，搁但是国民党这边廖国栋办公室主任丁富华加廖国栋。因为这场羁押庭的时间真长，所以太平洋流通公司前董事长李兴良的司机也给送药来。因为这个是一定要吃的药，没有吃不行。吃十几年了。换肾，你先换过肾，所以说他肾脏这个药一定要吃的。代志愈搞愈大，其中苏震清是现任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孙仔，身份较敏感。苏家全伫出嚟的头发事实声明，讲伫最近一直做着恶意伴乌，互人讲利用这款包庇家族协力，伊要守护家己的清白，对造成蔡总统的困扰也真歹势。苏家全秘书长为了不让蔡总统和民进党困扰而辞去秘书长，也宣示他守护他的清白的决心。对南亚立委廖国栋但敲明涉贪，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马路南补选也做出回应。国民党绝对不能够接受有任何的国会议员、任何的从政同志收贿的事情。决策委员这边是不会处理到党员身份的这个部分。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就职务的部分先做停职跟代理的动作。时代力量伫咧过去拢是拍北岸反贪腐，这边党主席徐永明涉贪，对时代力量的形象影响真大。时代力量甲徐永明职务提调，刘伟区显智接代理党主席，也讲专案依照党内程序送纪律委员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吼，这个牵涉这个案件，唔是拿，嘛唔是掠鸟，还有啥呢？这个时代力量嘛牵涉伫内底啦吼。等下咱会好好讨论，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所国经营权，咱头拄讲到吼，伫原因就替这个经济部撤销掉这个泰流公司哦，这个经资这个变更家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远东集团已经失去掉这个经营权吼，但是这个时阵2013年时阵最高法院吼，这个法院嘛判决到经济部是败诉来定验啦吼，嘛恢复。咱讲远东的经营权，所以咧太平洋这个搜狗百货公司，大家有印象是改做是这个远东吼搜狗啦吼。另外就是讲开始要透过这个修法啦吼，就是讲咱头头讲的第9条这搜狗条款啦吼，公司若是设立，还是讲其他登记的这个事项，若是违反掉刑事法的这个部分是伪造文书啦吼，就可能来撤销掉这个登记，但是过修法了后。这个过往的吼，袂当过去来对啦吼，所以即阵咱嘛讲吼，这个争议已经开始啊，咱就要讨论讲国会这个生态到底是安怎会变安尼啦吼，咱要来请这个公道明啦吼，咱的这个副执行长啦吼，其实咱来看真正是切心，咱讲时代力量吼，咱过去咧讲真正对伊真正有期待啦吼，但是哪会出安尼问题咧？
这个代志就是安尼讲啦，就是讲，时代力量也好，也是民进党也好，也是国民党也好，是看这个代志就是讲，第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你有收钱还是无收钱，这是互司法去判断。有收钱也无收钱，然后司法去判断。是。第一个代志是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讲，今仔日看到时代力量也好，也是民众党也好，今仔日对于民进党也是国民党的要求是这标准。是。今仔日碰到家己的党主席出代志啊，涉入贿选的受贿的事情。今仔日看每一个人咧看，到底是党的决策机制是按怎去决定今天要处分你的党主席，是用什么的原因，是什么的结果？是。那今天我们嘛看到拿也好，时代力量也好，国民党也好，伊有画一条红线，就是讲，今仔日若是互收押，他就必须停权，就爱停权啊吼，停止伊这个所有的，比如讲中常会这个执委啦吼，还是讲这个委员这个身份，拢要甲停起来吼。对，今仔日我们就是要说，假设今天有停权的话，到底是说我们对于新政治的期待是讲停权，还是说其实在用高标准去要求别人的时候，能够在这个时间能够看出你跟别人无共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讲时代力量要展现出这种态度啦吼，但是大家都这个玉金姐嘛讲，已交保啊，已经交保啦吼，但是交保都无代志吗？清明的部分哦，第一伊是党主席啦吼，所以吼，伊过去咧要求所谓即其他的政党吼，伊嘛讲你若有摕钱，你若有贪污，就绝对有代志。所以伊的面册头顶嘛写了足清楚的。但是伊这边吼，就是无法度讲的，就是伊参人即个讲电话吼，就是咱讲迄个被手套的即个郭启明，伊竟然咧敲电话讲，钱咧，我要发薪水吼，去用监听到吼。其实咱看立法院做者公听会。我嘛参加做者公听会，像什么 TRF 受害者啦，个做者案件，拢讲吼，立法院是毋是要摕即个物件的时候，包括你讲大同条款内面另外一个175条的修法，我嘛拢去参加过公听会，但是你咧办公听会，是毋是会当收钱来办？还是讲吼，我平常时即个人我都足熟悉，所以吼。伊的代志，平常时我咧选举的时阵，伊拢有甲我政治现金，吼，所以我来替伊办，哦，这是两种的赞助啦，吼。咱看到讲另外一个对手，就是这件代志的这个徐旭东啦，吼。其实伊伫立法院内面，照我过去看到的政治现金，吼，伊大概拢第一名啦。所以吼，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时代力量也好，可能连民众党的这个候选人吼。伊拢吼100、200、300，就是一间公司100，两间公司200吼，伊特别拢开几啊千万啦。这是有申报。嘿，这是伊有申报的啦。所以吼，咱敢若会使讲吼，徐旭东吼手路较高明，就是伊咧买立委的时阵吼，伊拢有就是选举的时阵，开钱了，伊去申报。但是你讲这边的代志，就是你唔是伫咧选举的时间，你开公听会，你。开公听会是毋是我收钱来办？就是我收钱做代志，安尼有道理无？那这若讲有道理吼，安尼咱民进党的这个高志平吼，嘛是因为助理出代志啊。齐永明嘛是伊的助理办公室叫做林家琪啊，对无？所以若讲安尼讲会过吼。安尼高志鹏我们就做冤枉的，其实高志鹏安尼有冤枉啦，就是讲立法院咧处理案件。到底什么款的赞助叫做贪污收钱？什么款的赞助叫做我为选民服务？所以你跟迄个翁华丽的这个律师就讲，阮都办公听会啊，阮200万办公听会，阮无对价关系、对价关系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安尼坦荡荡，我安尼足清白的。所以即马就是法律的认定的问题啦。有影啦吼，咱搁继续来请教教授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吼，这个立法院吼，若是有这种这个对价这个关系，真歹去认定讲伊到底有犯罪还是无啦吼，伊毋是这个一般公务人员，是行使着伊这职权啦吼。所以立委家我就利用安尼就好啊，干嘛呢？一句话叫做"笨蛇不分蓝绿"，这句话是台北市长郭文哲讲的吼。
当时就着足侪回响的。是。我今日我会讲，贪腐不分蓝绿噶。OK。而且会乌色唔是讲蓝甲绿的哈，黄的白买黑白来啊。好，那阿炳啊，你知影一个立法委员一年的薪水偌济无？一个月可能20-30万吼。差不多一年差不多1000万。内底有1/4啦，250万是伊的薪水，另外750万差不多是伊的办公费啊。OK。健康检查、出国考察、国费交流、助理费、办公室费。交通费，但是助理拢听家己的亲戚朋友来做较济啦。比如讲于天垂、于祥全的，所以讲这是台面上上少现赚250万，啊，这是国家一年开1000万块的立法委员是10个教授的薪水。是。这条是咱节目台湾新闻界会使做足侪集的节目的啦吼。啊，因那个学未来是感觉真意外。但是台面下佫有政治现金，佫有迄个选举的补助款，1票30块。所以讲。这立法委员吼，做民意代表，唔知影责心自爱啊，咱违背着咱选民的付托去学未来，互咱感觉痛心疾首。但是这唔是一个政党代志，这是历史工业，这是一个政治结构的问题啊，唔是民进党代志尔。OK。咱今日咱看这日文哈，苏金清咱就免讲啊吼。是。赵建武，伊即摆是啥物党的？无党籍。但是伊以前是国民党出身的。OK。黄浩庆党部分红的，啊，即届考去民进党，啊，虽然是无党籍，但是伊选举时阵，蔡英文总统甲台湾市长拢去徛台啦，徛台是互选，好，所以讲袂使讲伊挂无党籍，甲民进党无关系。OK，啊，叫国民党来看咧，迄陈超明以前是民进党的。OK，好，伊差不多是2005-06年才加入国民党，是，就地方的纠纷啦。摆袂平就加入国民党，啊，另外一个是廖国栋，伊是国民党的进前的书记长，党编啦，东编哈。是。那一般的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影党编是创啊，就是班长啦，立法委员内底班长哈。国民党要甲民进党协商，啊是要迄个动员表决，拢爱靠伊来发号施令哈。所以讲伊是大咖的人物。OK。啊，另外一个徐永明来看哈，今日有一个网络的投票。内底什么人涉案你上意外，结果徐永明票上济。OK， 因为伊学者出身的嘛，平时规喙拢人气得得个。是。好，即摆希望伊无代志，若是真出代志，咱就俗语讲，喙念经，手忘灵，就是安尼代志。所以咱讲这个，咱讲徐永明啦吼，大家嘛是真意外。头拄这个玉珍姐也有讲吼，伊真正是钱咧，讲要拨薪水吼，因这个时代力量这个党吼。其实咱讲吼，啊，伫咧公听会来讲吼，收200万，伊讲这是要用来拨薪水啦吼。但是伊伫公听会头顶讲吼，较批评这个经济部。这嘛，互人真意外啦吼！咱看到过去报道就是安尼写的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秘书长陈志明，伊伫无公开的这个面册头顶吼，用党员来解说，解说上来讲吼，这个党发袂出薪水啦吼，所以才有一件代志。但是这件代志代表什么意义呢？所以咱嘛看到时代力量过去咱对伊的这个清廉也好，也是讲伊拍出来这个血腥的这个价值是啥物？就是讲吼，过去真正要拍哪里个这个贪污啦吼，但是即阵拍着家己啊，所以咱看到。已经开始停止着徐永明这个党籍啦吼，即阵是由这个区宪志来暂停来暂时来代理啦吼，所以咱要搁请教咱的这个副执行长啦吼，所以咱看到的这个优税也好，优税也好，这应该是 OK。咱讲优税法已经成立12档来啊啦吼，但是为什么登记的这个数目遐尼少？你嘛有一张图表吼，先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吼，我简单报告这个代志吼，这是2008年是到今仔日为止吼，6月30吼，6月30是啊，有登记的优税登记是317条件，吼啊，经济部是1件尔，会当讲呢，立法院一年呢，拢总呢，差不多就是30件事件以下，是，就是讲呢，今仔日呢，二公投法案，变吼两公法案。上大问题就是讲呢，这登记无实，无老实啦。无老实。咱讲用工法案吼，有差不多4案啦吼，就是你爱去做一寡这登记也好啦吼。但是即阵真正变两公，是安怎两公咧？会当讲安尼讲啦，就是讲
定期现金化，也是财产申报法，是，迄是台面上的，就是讲台面上的，就是你去有偌济钱，啊，你是去填表，就会当公开的。是，啊，实际的东西就是实质的东西，就是讲呢，游说法，加利益冲突回避法，这两个法是最重要的法案之一，就是讲。你今仔日若是拢是做表面的也好，啊，你实际无大家顾掉，就是讲会出现即摆的问题，就是讲日光头的法案变成冷宫的法案。OK， 就是咱讲吼，过去这个案啊吼，差不多是317个案尔吼，但是这个12档来，安尼平均起来一年嘛才20案吼，啊，平均一年这立法院的案差不多是几千个啦吼，所以这个比例是有影介少啦吼。头拄也讲到。可能唔是提钱，但是你有这个行为，你就是爱表达这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尤其你是立法委员吼。所以咱来讲到民进党即阵是完全执政，你敢有完全负责？尤其咱讲吼，过去民进党这个立法院长吼，这个是啥？是苏家全哦吼。所以伊即回牵涉就讲，伊真正是死这个秘书长都无代志啊吼。民进党你的态度是啥？国民党你的态度是啥？先做回来看。社乡收钱，真侪立委互减调升压。无党籍的赵振宇2号暗时大声以100万交保，一透早到伊服务处去问，人员拢真低调。委员今天会来吗？是啊。我想要昨天交保了。台北地方法院早起9点，针对民进党立委苏震清甲伊办公室主任于学阳，佮有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甲伊办公室的主任丁富华等4个人召开羁押庭，案算上紧下晡会有结果。民进党廉政委员会2号暗时决议，若是法院裁定羁押，会以停权来处分。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林维洲嘛强调，标准会比规定更加严格。如果裁定确定声押，就会最少停权的处分，标准比规定的更严。好，这个没有空间了，毫无空间了，这个不能容忍啊！就是说，任何个别委员利用职权，如果是谋取个人的利益，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对党内的立委涉嫌食钱，若是有证据，哪里拢会祭出党法。根据监察院的财产申报显示，涉嫌的立委其实拢真有财力。苏震清的不动产有12笔，有存款7528万，有价证券173万，债务有2亿。廖国栋有22条的不动产，296万的存款，4000万的债务。陈超明是登录45笔不动产，存款130万，债务1637万。赵振宇的不动产有12笔，2329万的存款，徐永明是有5条不动产，存款是523万，债务是有1500万。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看到吼，这件案件会逼起来是这个4当前一张批啦吼，写到这个北检的这个检察长邢泰昭啦吼，这张批代表什么意义？但是为什么这阵才来办？其实这已经布局一段时间啦，所以才会台北地检署伫迄天是出动7个主任检察官透早的时阵去甲立法院长去甲尤锡坤报告讲哇，这个立法院这边是全面的啦，所以出动65个这个线路去搜索7个主任检察官，所以算足大条的。但是这个案件坦白讲，都是因为已经监听一段时间啦，所以这个人去用找到的证据做歹解释。但是你看到讲这边做平均的，就是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这个时代力量也有，另外赵正宇叫做无党籍的，敢若民众党是因为一心的啦，所以也来袂府处理这件代志但是你看这件代志，前一阵做者件这个就是苏震清你会感觉讲，安那会搁出代志啊？安那搁伊那是搁是伊，那是搁是伊。其实我要讲的是，其他的人有淡薄是讲，你只要牵涉到伫经济委员会，大家拢做伙有判，做伙就拢去用监听到但是最大上大的目标是苏震清。为什么我咧讲咧？你看代志无偌久，苏震清到底有收押无收押，还阁唔知影。但是苏家全就为着伊的这个伫啦，这个苏震清的代志先事实。足侪人讲你先表态，但是搁较头前，大家有印象讲一个印尼的案件，讲外交部一个公文，恁阿姐搁伫啦，是毋是去处理这个什么国营事业伫海外的利益？当去互国民党开记者会，甲
这个爆料吼，爆料讲有这件代志，但是伊讲你看你的公文时间都唔对，啊，搁较进前吼。更较进前有一间上市公司叫做陈美才的代志，啊，这个代志咧，伊苏进清讲我都无关系啊，我根本参这个经营权无关系，但是伊这件代志，这叫人爆发了，互人调查讲哇，竟然伊后壁有1亿6000万的这个陈美才的股票，所以伊这个财产的申报不实吼，所以这边。大家讲啊，你若遮好业，你已经2亿以上的身价啊，是安那你参李行良爱有一个2000万的借款，根本你就无这个借款的必要。所以坦白讲啦，我上头啊看这件代志吼，原来是有这个骗到一个味，就是讲吼，民进党内面原来有一种的斗争的这种感觉，嘿，有这个味啦吼，就是。有人要将苏家全，啊，个苏进清因阿姐个伫啦吼，要拍掉，啊，要拍掉咧，有足侪后壁的影响吼。第一就是你看迄边即个选举的时候有无？苏家全，对，苏家全，伊讲恁太太也要出来选，吼，啊，若无就是恁伫啦，吼，啊，你也要可能也要争取讲吼，立法院院长了是毋是要做行政院长？啊，尾也讲啊，我去做总统府秘书长，所以你有看到一种。斗争的这个感觉，啊，第一场我陈美才给你拍落去，哇，无死，啊，无死，但是你的财产足济别空啊，啊，第二件咧，公文虽然唔对，1年的代志，但是你海外，你参加的什么中介人力中介公司的代志，吼，啊，是毋是讲，总统咧复选，还是讲民进党咧选举，你海外这个财库，你拢有材料去掌握，所以这第二场嘛拍无死，第三场咧，我讲这件吼，着心脏，拄好着苏进清的心脏，拄好苏家全已经搁较安那的讲保袂掉啊，要安怎为都无法度啦，都无法度啊，所以吼，大家讲其实有骗到一个味，叫做吼，因为。台北地检署会有7个主任检察官出动吼，这无相当的办法，这个权力吼是无法度的啦。啊，相较有这个材料，你讲总统蔡英文敢会去处理这件代志？袂。但是民进党较了解行情的人，大家拢知影讲吼，就是大苏知影讲吼，小苏伫这个代志，伫这个民进党内面对因有威胁。OK。所以大家知影讲我讲的大苏是啥？因为这个大苏吼。包括这个行政院院长的权力，包括伫立法院内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常委这个位置吼，啊，包括后壁的县长选举。是。我要甲大家讲的是讲，大家拢嘛知影讲，大苏就是苏贞昌个苏巧慧。OK。老爸佮查某囝伫政坛上，虽然一个是行政院长，一个是立法委员，对无？是。大家嘛知影讲苏巧慧后壁要选啥？要选屏东县长啊。新北市长，大家感觉讲伊敢有可能 ？OK。无可能嘛，无可能了，我是毋是换一个所在拼？苏贞昌是对人，苏贞昌是屏东人嘛，所以吼，屏东有大苏佮小苏，若小苏。已经去拍掉啊！天下上的大苏的嘛，所以你大家敢有感觉到讲，这是一个民进党内面的权力，啊，佮地方首长的这个战争，啊，这个战争吼，拄好用到这件代志，拄好国民党，啊，佮时代力量，啊，佮无党籍的这个赵正宇，佮去用杠上开花，哇！你除了搜狗以外，佮有一件咧，佮有一件这个。殡葬业这个叫做展云吼，展云这间公司是以前国民党党营事业咧做这个塔位吼，这个叫做什么殡葬这个行业嘛吼，啊，伊的董事长叫做钟克信，其实伊以前是属于刘太英时代的党营事业啦。啊，结果伫阳明山遮的这个殡葬用地，你若甲斗3工变更吼，利益足大的，啊，这个利益足大的后壁，你到底摕偌济钱？这是赵政府吼，伊当啊用无党籍入去到立法院，但是叫做杠上开花，就是搁加开这件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民进党吼，真正可能是这个党内这个政权独立这个部分吼，嘛有讲到屏东县长这个位啦吼，是想要来出来吼。因为咱讲苏进清，伊嘛是讲吼，我入去选了，我4连败了后，要过来选县长有这个味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3案，第一案就是讲吼，这个第一就是这个苏进清啦吼，伊的这个咱讲吼，这个阿叔啦吼，就是这个苏家全，伊即阵已经辞掉伊这个秘书
长啊吼，咱嘛等下讨论着讲，伊这未来政治路敢讲直接到法庭啊吼。头头咱讲这个新美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案，然后另外嘛讲啊，这个印尼这个案，另外就是讲这回真正是啊一枪。就互伊死安尼吼，就真正是这个收贿啦吼，收人乌西这个钱啦吼。啊，咱嘛讲到这个前立委当选啊，这咱头拄已经讲过啊，但是咱要来看讲，民进党你即阵的态度是讲啊，真正是你若是有接啊吼，你就随来这个填权吼。但是这个随来填权代表是啥物意思啦吼？咱等下再来讨论。但是咱要来讲到吼。就这，咱讲民进党是伫国会来完全执政吼，尤其咱讲伫咧政治任立法院长，就是这个苏家全。这咱头拄也讲到，这真正是民进党的这个党内斗争尔嘛。啊，过去其实这个罗文嘉伊嘛有警告过啦吼，民进党的这个戏才打要开始搬演尔吼，这对民进党来讲有伤无？咱继续请咱的这个副执行长。这绝对是有啦。我即下看一个代志，就是讲呢。迄苏家全咧当做立法院长的时阵呢，有一个政策目标，就是讲无送礼，无爱摕红包，啊，这个是伊无送礼，是无摕红包，啊，无收红包，嘛无收花 ，OK， 然后也发包要统一发包，啊，这就是讲呢，伊甲正前的院长无共款的，OK，的所在。啊，即摆咧来看吼，看咧这个案件，就是讲咧，对于家己咧，甲过去所标榜的价值不一样的时候呢，它会变成是有一个挑战在。OK。那我即摆咧就是讲咧，立法院内底呢是为虾米有人呢是摕2000万，啥那有人是200万？是。这警察里都有。差在哪里？我跟大家报告哈。讲一个代志，刚刚玉珍姐有讲到，就是讲个人需要是摕补助款的时阵呢，就是看你这个立委大牌还是小牌。OK。好，第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讲，假设你这样是招委，好招委，就是讲呢资深委员，像廖国栋，像苏正清。这呢，就是较大牌。OK。伫咧互摕补助款的时阵呢，台电嘛好，中油嘛好，伊个补助款呢，扩大就较悬。OK， 所以这嘛有分这个抗战的啦吼。对，有分抗战。OK。若是讲呢，你现在是新进的委员，像时代力量的徐永明，吼，这个较少。OK。好，若是讲呢，你唔是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呢，那个较少啦。OK。就是讲，你唔是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是吼真少啦，那意思。对。过去咧，就是要讲这个代志，就大家拢知影这个问题啦。OK。就今仔日咧，就是讲同样的事情要在发生之后，阮是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真正，毋但干那是民进党，咱头头讲到完全执政，你就完全负责。啊，蔡英文总统今嘛展现伊的态度啦吼，你若要升官发财，请你行另外一条咯吼。继续咱请教到教授啦吼，这个民进党，咱头头讲到这个苏家全总统府的这个前秘书长啦吼，即阵咱讲伊的政治生涯已经到这就冻点啊嘛。这事件曝光了后吼，你会发现迄议论啊，拢咧谴责民进党。OK。好，那媒体甲一个其他政治人物的炮火，差不多8成9成是针对民进党。那苏家全迄口草差不多收上济啦。OK。所以拄啊像咱迄个公主文的少年兄讲的吼，这肉粽一罐是罐几罐的，啊肉粽头这线头就是苏家全。OK。所以讲伊即摆若无死嘛，半年要去啊啦吼。啊目前伊嘛做了嘛是合理伊失职。是。好，那蔡英文总统需要搁开记者会道歉，上少目前是。机会啊 ，OK。但是我要讲吼，咱大家咧谴责民进党，唔通袂记哩，其他的政党啊，共款恐吓 ，OK， 共款严重，先啊，因为啊，这国民党你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回 ？OK， 好，那我有参一寡国民党朋友开讲啦，吼，国民党即届1月选举啊。立法委员选举甲总统大选拢惨败，即摆拍落来，偌久才掰开。有人讲恐惊20当啦吼，有人讲恐惊一世人无机会。但是有一派声是讲够有机会。若是佮发生像2008年淡水变家族这种重大的贪污案件，反正国民党够有机会。所以讲国民党即摆做一个在野党，你就要好好扮演家己的角色嘛，监督民进党，培养家己的实力。结果呢，
伊最近的有参与了吼，参与，所以我感觉真痛心嘛。OK， 啊，有另外一部分的国民党朋友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OK， 是讲这是民进党的代志，甲无关，但是唔通袂记，内底有两个是国民党大咖的，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工业吧。OK， 无任何一个政党有资格伫遐偷笑。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咱经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会议，就真正趣味啊吼。咱来看到讲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安怎讲呢？吼，伊讲吼，这个安怎该安怎做，就安怎做啦吼。任何人若牵涉到这个司法的这个案件，拢必须爱接受到司法的这个调查。另外，这个党主席伊嘛要展现到伊这态度啦吼。这个国民党绝对袂当接受讲有任何国会这个议员吼，也是讲吼有这个受人污洗这件代志，天权这个处分是必要的。另外，咱讲吼，这个中国国民党新闻稿嘛讲啦吼，司法这个真早的这个定事拢爱吼，袂当来放轻松啦吼，就是讲吼，真正爱来积极来侦办吼，啊，真正这个党内头拄啊，像教授讲的，啊，真正袂当看人吼办着案办到倒位啦吼，啊，查案查得到有偌济证据，你就来讲笑啦吼，所以真正这国民党嘛是要有所警惕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玉珍姐啊吼，真正这个国民党头拄啊，这个教授讲的，国民党是要望讲2016年、2020年，还是2024年？真正这个民进党安尼规个摆落去，这个起来吗？台湾的政治政党政治敢爱行到这个路吗？其实我看这边国民党吼，不管是高雄市长候选人这个李美珍的代志，还是讲今麦因咧处理立法院这的代志，包括前一阵仔这个监察院院长的这个审查的代志哦，我实是对因感觉足失望的。OK。啊嘛，唔知影讲因后日啊未来的情形如何？啊，所以我感觉因后壁今麦看起来吼，做较成一个款的吼，敢若像侯友宜其他的吼，足少讲哦，即个我那袂歹，后日啊，佫有即个后期看好吼，敢若杀无人啦。所以我感觉对国民党来讲，是伊还佫有一段路爱行吼。啊，但是我要讲的是，所过即件代志吼，我感觉大家看即个案件讲啊，每一档拢有人摕钱，吼啊，看起来敢若像讲啊，恁遮的收钱嘛拢毋对，其实收钱毋对，啊，但是。即马我较烦恼的，就是讲我对所过即个案件追查大概共要20年，到18年哦，18年前，即个泰流这间公司对资本额1000万变做40亿，啊尾也搁增资，吼啊，但是本来即个过程就是有问题，所以伊若毋是有问题，袂讲当10几年，还搁有足侪人要想办法要并盘要并案，啊，但是即场开落去了，足侪立委拢出代志了。敢若像讲吼，徐旭东足敖的哦，讲你看恁想敢搁参我做对啦吼，敢有即种感觉，所以吼，伊摕到所有无正当的即个过程，是毋是安尼就敢若像就地合法？就是敢若像讲恁后日人吼，看谁搁有才调，看谁搁敢出头，啊，但是要透过即个讲哦，有即个共识，有即个讲。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其他的党派的人讲啊，这都有影无道理，啊，是毋是咱的公司法吼，公司法的第9条吼，不溯及既往，这是毋是无道理？啊，伊这个过程安尼争取规划旁去，安尼敢对？吼，啊是讲因为坦白讲啦，即几个立委吼，若感觉李兴良讲的有道理，吼，啊感觉这个人要徛起来。修法有道理，啊！你若透过正常的定数讲啊，这就是共识，是，吼，这就是这件代志安尼做才对，吼啊！但是你平常时选举的时阵吼，敢若讲政治现金哦，都爱处理啦，因为咱只有讲吼，啊，徐旭东足敖的啦，就是讲我平常时都有烧香啦，所以吼。恁也三无讲，我临时为了这件代志，搁去送红包，搁去行后门这个代志。但是我较烦恼的是讲，这件代志若后日啊，无人敢处理。啊，徐旭东吼，即摆已经秘伫厝的偷笑，吼，足欢喜的讲，无人敢搁参我作对呀。OK。吼，迄种感觉，我嘛感觉这毋是公平正义。是啦。就是伊摕到所有无正当这件代志。袂当因为遮个立委做法无正当，吼摕钱，遮个集体贪污吼，来改变讲啊，
徐旭东公司化的修法，公司化的修法，啊，徐旭东的无人有才调啦，啊，无人有才调，伊就愈来愈大尾，啊，愈来愈大尾，就是讲伊即个无合法的过程，感觉像无法度通好恢复，无法度通好去改变。我感觉安尼嘛是无公平啦，所以总讲一句，拢是这个定数上的这个正义啦。若是讲这个市启动吼，伫当阵摕到这个公司是稳妥当的，无问题。若是讲吼，卖这个精珠的这个部分有出问题，都袂有买手。咱讲这立委吼，还是讲这李行德这款乌色这款方式出现吼。总讲一句，也是这个定数正义的这个问题啦吼。但是咱要搁继续请教这个副执行长啦吼。对着这立委啦吼，咱对立委的这个愿望其实真悬啦吼。安怎来改善讲这定数无正义？伫咧咱讲公道面也好，还是讲其他这个法律上，咱搁会安怎去甲监控无？这个代志就安尼看啦，就是讲政治现金为虾米会政治现金为虾米会变成政治现金 ？OK， 这个代志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呢，即嘛有政治现金化，那为虾米这六个立委袂当去用合法的方式去游说嘛好，去修法嘛好，爱选择讲这个非法提钱的这方法，就是讲即嘛呢，政治现金化呢。只有伫咧选举的时间，才会当呢，互钱入去，互钱出来。但是呢，在没有选举，伫咧无选举的时阵呢，就没办法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伫咧政党上用介济的方法，就是讲呢，成立基金会，成立。协会成立基金会啊，讲成立协会这个方式来去做这个政治现金啦吼。对 ，OK。啊，这呢，这是原本是合法会当去安尼处理的代志。OK。就是呢，即马呢用了乱糟糟，即马呢无人敢连游说的方式也没人敢去登记。OK， 这是对于民主的一个伤害，就是讲呢，今仔日不管是正常的，还是无正常的，得互人怀疑讲你这有乌色无，是有提钱无，无提钱无，这不是最好的民主的讨论，就是讲呢，今仔日伫外国的方式就是讲，今仔日你若是要游说，第一件代志要做的代志就是讲去登记。这是必须的，第一步。啊，你喺台湾呢，怎啊？你今仔日要游说嘛好。OK。第一个代是做啥物代志？打电话互立委。OK。打电话互办公室打电话互主任。OK。这就是调位啦吼。上大的问题伫遮，伫国外是安尼，伫台湾呢是咧用非正式的用私人的方式咧去行。就是咱讲吼，拉比的这个方式吼，国外是真正透明。第一步就先来做登记吼，第二步也是讲吼，真正才会当去做这个拉比的这动作。但是咱台湾唔是啊，台湾就是真正是私底下 under table 来去做啦吼。所以这真正是爱咱继续来去拍拼努力的这个所在。嘛提醒吼，这个立法委员啦吼，真正人民希望你做真济代志。透过修法吼，这个社会搁较公义、搁较公正，但是绝对唔是亲像讲无正数啊、无正常啊，这个定数正义的这物件，拢总伫这个立法院吼来去做定宪吼。所以咱看到个这个所谓立法院的这个委员吼，真正这个受人乌西各界这个回应是啥物啦吼？总统马英九吼，伊讲真正爱严查来动法啦吼，对立法这个院的这个委员收贿啦吼，有绝对的权利，但是是绝对的这个腐败啦吼。另外，咱看到时代力量这个主席。嘛是咱这个立委啦吼，黄国昌伊讲，年龄政治就是时代力量吼基本的要求，反贪反腐吼更加是因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嘛请这个检调啦吼，继续查办吼到底。真正爱互社会一个交代吼。另外，台北市长民众党这主席郭文哲伊讲吼，这表示规个台湾政治政商吼，这个小角链啦吼，真正伤过头严重啦吼。伊相信这个制度毋是个人吼。咱嘛看到讲，这个民众党吼，因成立这个党员大会啦吼，真正开发成功。伊即阵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讲民主的这个第二波这个demokra正的这个革命啦吼。因为咱看到
即阵蓝的、绿的，也是讲即个黄的啦吼，四大力量拢已经牵涉到案啦吼，所以民众党即阵会使讲即个话，但是咱嘛要用相关的标准继续来去看这个政党。有一句话叫江湖险恶， OK， 好正统黑暗，所以咱一般的选民足讨厌这种代志的。OK， 所以讲在选举的时阵，常想无投另外一个党，政治的清明，是这个台湾的起杯，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啦吼。若是较简单，咱台湾早就进步啊吼。所以讲，咱爱为选民的素养来加强，也是为政治的制度来改善。你若是想这种咱就投另一种，这是无效的。是安那咧？咱今日涉暗即句话，拢是游走于蓝绿啊，永远的执政党都会有冷水就为这个行。是，所以讲，千万唔通这种想法。有影啦，所以咱讲这个，唔那是蓝是绿，也是讲即阵时代力量啦吼，即阵咱讲吼，真正是风雨满城啦吼，真正，这个助理嘛是有牵涉到在内呢吼，有真对啊，所以吼这边的代志，互人感觉讲啊，敢若像大家拢做立委吼。啊，你若要去有代志要甲拜托民意代表，大家讲啊，你毋是爱为选民服务，啊，结果这边互人讲吼，即马就爱摕钱来讲，毋是摕钱来讲，是爱摕钱来讲。做侪人看到这边的新闻讲，哦，原来见立委啊，叫立委处理代志，叫立委开公听会，拢是爱钱的哦。敢若像这边才发现讲，哦，原来如此哦。所以我感觉这边吼立法院的这个形象就歹。好，所以我感觉后壁大家所有这个有一段时间，咱所有113个立法委员吼，大家敢若像安尼惊弓之鸟哦，会惊。所以你若真正有代志要拜托伊吼，即马足侪立委拢敢若哦，越远愈好。但是这就失去大家拜托伊，大家选伊出来做民意代表的这个意义。所以我感觉吼，有一段时间，这个气氛会变歹。那但是我感觉。出代志的这个人，伤过靠势，除了立委家己靠势，伊的助理、伊办公室主任，足侪人拢靠势足久的，拢感觉讲吼啊，哪有可能安尼，哪有可能会出代志？所以拢感觉讲我是立法委员呢。其实这边讲吼，有收钱，有分砍站的啦吼。这个咱讲助理可能嘛有砍站之分啦吼，真正唔通安尼啦吼。咱继续要来请这个咱的这个副执行长啦，讲这个变动助理吼，其实嘛是咱讲立法院吼真大这个危害。咱甲大家报告吼。即摆呢，吼，伫咧立法院有3款的助理。第一种呢，就是公费，就是刚刚教授讲的，就是有美国的有40万，吼，互你摕8到14个公费助理。这是咧做代志的，写法案的，写伫审稿的。啊，第一种就是这就是出入证。所以讲呢，互你这物件呢，你会当呢伫立法院呢处理。来去走跳啦吼，走跳是会当讲咧，你今仔日要去拜访什么部会，也是讲你要拜访什么委员，要提一张就会使。是啊，上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咩事的这个助理吼，我会当印我的这个集款伫头顶，但是我无实际登记啦吼。对，啊，这款的助理就是讲，拢是顾问啦，也是讲咧特助，吼，特别的助理，吼，这款呢就是无咧做代志的。伊是摕便当尔啦，便当是一个解释就是讲咧，伊无伤钱，吼，伊是咧去敲代志的。啊，这款呢助理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无登记，要登记咧立法院，就是讲出代志了后呢，伊讲立委最常讲的方法就是讲，这人我无熟悉，这人我无熟悉，我甲伊无助理。伊毋是我的助理，啊，我甲伊无接触，吼，这拢袂当甲说这是立法委员甲助理的关系，所以讲呢，这个问题呢必须爱解决，必须爱解决。有影啦吼，这款这个立委助理的这个聘用啦吼，真正吼，唔通真做是咱讲立法院上大的这个危害啦吼。上尾咱请这个教授啦吼，就是讲真正咱期待这个国会是安怎的国会？一句话叫做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国民党无做，台湾袂好。这句话是讲袂通的。因为咱台湾要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就要有良好的竞争竞争。若国民党倒去，向来监督民进党。所以讲国民党若做不好，咱要甲伊谴责，要甲伊处罚，要互伊落选，要互伊落野。但是呢，若是倒去，咱台湾就歹啊。但是这事件别看了，咱发现吼，这国民党嘛是同款苦，因为大家拢咧谴责民进党，但袂记得国民党的角色。那国民党要去避开，
就要好啊把握家己伫在野党的机会，好唔通同流合污。OK。但是这事件咱痛心唔是民进党学袂来，连国民党嘛学袂来。所以伊若要既然要避开，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唔通去同流合污吧。有影啦，所以咱口头讲的，这个国会真正唔通变做是这个贿选这个会啦吼，真正这个收人乌西这个代志，真正唔是人民委托你要做立委这件代志啦吼。今日真正非常感谢咱三位来宾啦吼，自这个锁国案这个起先开始哈，到尾啊这个结束，拢甲讲好一遍。另外咱嘛针对着讲立委这个职权啦吼，也是讲咱对伊的这个期待啦吼，上重要就是讲。正当正治会当真正来完备来去做一寡这个执行，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感谢，多谢。